是毋是阁有两个较小可较光啊，毋过较细迄个对无？即两个一个是大白吉伦星混，啊另外一个是小白吉伦星混。即两个拢是咱银河的卫星星系，就是譬如讲咱行星有卫星射咧行，吼，咱的银河的嘛共款有卫星星系咧射咱咧行。啊另外一个较有名的是仙女座星系，这是离咱银河系上近的星系，吼，这甲拄则迄个无共，拄则迄是卫星星系啦，吼，这是伊本就是甲咱银河共款地位的即款星系。咱来读一下仙女座星系。仙女座星系。哦，啊，另外一个，即个差不多是甲咱的距离差不多250万光年啦，吼。啊，伊质量甲大小拢差不多是银河的2倍，吼，所以其实足大。啊，咱若是用 SPITZER 太空望远镜来观测，伊差不多咱目前知影讲，伊差不多一条的恒星啦，吼。银河的差不多是3000亿，吼。啊，这另外一个，即个嘛是离咱足近的，即个叫三角洲星系，咱来读一下。三角洲星系。三角洲星系。即个是甲银河系距离差不多是300万光年，吼，伊质量是咱银河系1/10啦，所以较细，吼，啊，伊大小嘛是银河系一半尔，吼，啊，咱附近就是这拄仔讲的迄几个是咱的出面星系啦，吼，啊，咱若讲星系甲星系之间，其实因是有一寡有一寡星系有交互作用，基本上就是有差不多即3款。就你看到这3款吼，一款叫星系互动，星系互动包括下面即2款拢算，就是有因两个互相之间有一寡作用拢会使算吼。啊，毋过这内底有，若是讲两个星系两个相碰，咱就叫伊星系相碰。毋过若是讲伊相碰了，可能就尾因会合并做一个，即款咱就叫做星系合并。所以基本上，咱咧讲星系交互作用，差不多讲这3款啦。啊，毋过这3款咱拢会使讲因拢有星系互动的意思，吼。只是讲程度无共。啊，拄则讲到即个仙女座星系，其实咱目前会知影就是讲，差不多过40亿年还是50亿年了后，仙女座星系会甲咱银河系相落。吼，这是目前咱观测发现的即个现象，因为咱发现讲，其他的星系基本上拢是离咱愈来愈远啊，毋过敢若仙女座星系是离咱愈来愈近，所以表示讲咱之间可能有互相有交互作用安尼。吼，啊，另外就是甲大家讲是讲，因为其实咱伫咱宇宙内底，星系甲星系之间的距离，甲伊的大小相比，其实毋是介样。这啥物意思？就是讲，比如讲咱即个班，吼，咱即个班差不多甲隔壁迄间教室是足晏的嘛。啊，毋过，所以可能若是咱会讲伫宇宙内底可能两个，就是交互作用会足近的。啊，毋过伫咱即个星系内底，可能今仔日来的动物无伤侪，所以可能坐遐人。所以动物甲动物之间可能无一定有啥物交互作用吼。所以这个意思讲，星系甲星系之间的距离，甲伊星系大小相比，毋是介远啦吼。啊，定是有一寡交互作用。啊，毋过若是讲两个班的人，有交互作用，其实你即粒星甲迄个班的即粒星无一定会相落，吼，这是咧讲这。所以即个是讲，若是今仔日有两个星系之间有互相的交互作用，其实咱有法度为观测看到即款现象。咱我来看一个影片，因为即个有一款影片，大家看可能较清楚。好，咱来看这个无声啦，这就是咧看讲，咱实际上这个是模拟的结果啊，后面这张相片是实际上咱观测到的，所以这支影片就是咧甲大家比较讲，我实际上模拟是真正会使模拟出咱实际上看到的影像。
这就是真正影像，啊，这个是模拟的。所以差不多是安尼吼，即个影片，过来即支是咧模拟讲咱的银河系甲仙女座星系未来，就是因未来若相撞，会变做啥物模样。所以即个是咱银河系嘛，啊，即个是仙女座星系甲三角座星系。你其实会使看到因之间有一寡交互作用。伊即摆还袂相撞，所以还袂相撞进前，任何因之间的互动，咱拢会使讲因有交互作用。啊，开始相撞了后，就是看伊无一定相撞到落尾一定会合并啊，无一定。啊，即个就是落尾有合并。所以这是一个模拟的结果，啊边仔这三角座是。所以这影片拢放伫遮，你会使转去搁看。安尼继续，所以就是星系若是相撞，伊会造成两边，就是两边其实因为星系内底拢是气体嘛，所以气体甲气体之间，因会因为密度改变，所以伫密度较悬的所在，伊就会产生新的行星。所以若是讲今仔有两个星系，有交互作用，其实咱就有法度伫星系内底找着足侪新形成的行星，啊，如果伊嘛有可能合并，所以伊若是合并，其实大部分咱即马知影差不多两款啦，一款就是讲两款，若是讲两个光粒仔星系，因两个差不多大，安尼伊合并了有可能会变做长牛星系，这是一款。啊，另外一款就讲一个光粒仔星系甲一个较细，即款星系合并，伊可能会产生一个搁较大的光粒仔星系。所以目前咱较知影是是即两款安尼，所以咱顶边有讲到即个哈勃形态的分类，有讲到长对星系嘛，甲光粒仔星系其实因之间是有一个演化的关系。目前的理解是因为讲是为光粒仔星系边演化到长对星系即边。好，安尼咱来看星系伫宇宙中的分布。咱拄则有讲到的部分是银河系啊，甲仙女座星系甲三角座星系嘛，这三个，啊，佫有银河系边我佫有两个 LMC 甲 SMC 啊，这就是大袂特伦星云甲小袂特伦星云，因为因足长的，所以天文学家嘛足频繁，拢有当时啊袂伫安尼讲话讲 LMC、SMC 啦吼。所以就是这伊的卫星星系安尼一边吼，啊，甲仙女座星系甲仙女座伊的卫星星系，啊，佫三角座星系。遮咱拢甲叫做本星系群，啊，即个本星系群，甲边仔的室女座星系群，即两个其实就是星系群是较重的，啊，星系群就较杂个咯，看着较侪星系。所以毋管咱若就是这拢是共款的地位啦吼，所以本星系群甲厝边的星系群，若是讲星系群，咱拢安尼甲合起来叫做室女座超星系群，即个较大笑度。啊，若搁较大笑度咧，就是室女座超星系群甲厝边的其他的超星系群，咱安尼拢总甲叫做一个本超星系群。啊，即个本超星系群，其实才占咱可见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可见宇宙咱嘛会使讲，这是一款世界啦。世界就是咱目睭有法度看到的部分，啊看袂到，迄就毋是咱有法度的所在。
所以拄则讲到遮尔侪名词啦，就是这是甲大家做一个比较。若是星系群，就是较人的一寡星系分布，啊星系团就是较杂啊个。吼啊星团是一阵星，啊星系团是一阵星系，啊超星系团就是一阵星系团。吼，所以这名词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感觉较歹记啦吼，所以才来做一个比较。啊，这甲顶边以前有讲过，就是开放星团甲流行星团，我嘛放伫遮，因为即两个概念拄啊好，甲面顶我讲的星系群甲星系团有小看共，所以讲是完全共款。不就是讲，一个是较人的，啊一个是较杂个的吼。啊，开放星团伊嘛较少年嘛，较老，啊流行星团就是较老较红，所以这放伫遮，互大家做一个比较。吼，就是因两个地位是共款，吼，啊，迄个两个地位嘛是共款，只是讲因的分布情形小可无。咱咱来讲星系距离要安怎量？其实这个大部分大家拢学过啦吼。顶边我拢有讲过，下面顶边有讲过，就是为量月球的距离对无？啊，到起来啊，过来分光时差法，这个顶边有讲过嘛。咱用 HR 度会使去找着伊的光度，找着光度了后，咱就有法度，就是你看分光时差法。啊，变星测量法，这顶边有讲过嘛吼，啊，过来标准积光法，这个顶边咱嘛有讲过，咱敢若一个有讲到是这个 Televison。所以，毋管是这面顶这4款，其实拢是共款的方式，就是咱想办法找着伊的光度，啊，知影伊的光度了后，咱伫地球会使量着伊的视线顶。所以你知影讲伊视线顶是偌济，啊，光度会使换做绝对星顶。所以你知影即两项物件了后，你就有法度算出伊的距离嘛。吼，所以这就是我敢若是伫无共的，无共距离的所在，咱会使用无共的方式去量。吼，所以即个我简单复习啦，这大家拢学过嘛吼。即个分光时差法就是你为即个 HR 度对无？你知影你为伊啥物色，你找着伊的光度了后，你会使找着伊的绝对星顶。吼，啊，过来。就会使为咱看到视线顶去算伊的距离嘛吼。吼，啊，即个变星测量法嘛是嘛吼。基本上咱会使为周期即件代志，咱会使找着伊的光度，就是为光度，你着找视线顶，着找着伊的距离嘛吼。即个嘛共款的，这是无共方式。啊，即个较新的，我小可讲者，就讲，因为拄则讲迄是变星嘛吼，啊，毋过有一寡星系是无做有变星。所以，伊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即个是啥物物件？就是讲，即个光粒仔星系伊的速度的跨度，吼，伊甲伊的光度是有正比的关系。就是你看边仔迄张，遮是质量嘛吼，啊，即个是速度的跨度，就是我即摆量着即个速度爱有跨度，啊，即个跨度就甲。伊即个星，即个星系，即个光粒仔星系伊的质量有关系，质量甲光度有关系。所以，毋管咱即摆有讲，毋管你是光粒仔星系，还是讲透影星系，即两款其实拢有差不多的，就是速度跨度甲质量有一个正比的关系。所以，咱会使利用即个关系去找着伊的光度。吼，所以愈看伊的光度就愈强嘛，啊，若愈下伊的光度就无遐尔强。所以，咱为即个关系去找着光度，找着光度，搁煞来咱就有法度找着伊的距离。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新的，啊，毋过不管是倒一个，拢是想办法找着伊的光度就对咯。哦，啊，即个是超新星爆炸嘛，这以前咱之前有讲过的，就是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双星系统嘛吼，啊，其中一个因为伊演化较紧，所以伊的质量去互去试另外一粒，造成另外一粒伊达成到某一个光度了后，伊就爆炸。所以即个光度爆炸的即个光度，伊是固定的。吼，所以咱今仔若是讲有法度看到一粒星，吼，伊变做超新星爆炸，咱知影讲哦，伊的光度是偌济，这是固定，咱知影。啊，过来就是共款，你光度已经找着嘛，吼，后壁就共款，就是你看伊视线顶偌济啊，就使换算。就使算出讲伊的距离是偌济嘛吼，所以这共款，咱嘛是共款，拢是想办法找光度。吼，所以就是这4款
这4款方式基本上拢会共款，就是你找着光度，咱用无共款的方式去找着某一个物件甲光度的关系，所以咱知影光度了后，咱就有法度去算讲伊的距离是偌济。所以这会使用伫无共距离的星系，咱就会使用无共款的方式去甲算出来安尼。哦，安尼咱就要来讲即个宇宙长大的部分。基本上吼，就是譬如讲，咱拄则有讲着，仙女座星系，咱其实有量着讲，伊离咱是愈来愈远。这是咱会使用一寡方式，比如讲，咱量伊的 Doppler shift， 就知影讲，伊的频率是就是变做较낮嘛吼。所以这就是表示讲，伊是离咱愈来愈近。若变较红，其实是愈来愈远的意思。毋过大部分咱伫宇宙内底量着的遮个星系，伊甲咱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愈近的，因拢大部分咱量着拢是伊拢离咱愈来愈远吼。毋过甲咱较远的即款星系，伊离开咱的速度就愈紧。吼，离咱较近的，因离开咱的速度无遐尼紧，愈远的就离开就愈紧。所以因之间有即个关系，就是因的关系就是即个距离。伊离咱愈远，伊离开咱的速度就愈紧。哦，所以这之间有一个关系伫哩。所以咱就发现讲，就是因为即个愈远的伊离开速度就愈紧嘛，咱就开始想讲，这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嘛？吼，所以即个关系咱甲叫做哈勃定律。吼，咱用即个，因为拄则讲着即个，所以咱就目前就想着讲，安尼上可能的是啥物？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咱量较近的物件，伊离开的速度较无遐尼紧，毋过较远的离开速度就愈远。即就敢若咱会使想象讲，咱摕一个鸡龟仔，咧分鸡龟的时阵，是毋是你面顶物件伊若长大，面顶物件的迄个距离是毋是就愈来愈长，对无？所以这就是一个咱目前想要解说讲，咱看到即个现象到底是。就是咱的宇宙到底是啥物款的状况，才会产生咱即摆看到即个现象。所以，咱目前是认为讲，应该咱的宇宙是在长大嘛吼。即个物件顺续讲着就是，比如讲咱今仔日若是讲有一个星系，伊有发出一个光，吼，伊某一个波长嘛吼。毋过因为即个宇宙长大的关系，所以即个本来即个伊本来有一个波长是着去互即个宇宙。扭互长去，所以伊就变做波长变较长嘛。波长变较长，意思就是变较红。吼，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宇宙学的红移。其实咱之前阁有讲过足侪款红移嘛吼，这边仔是顺续讲一下，互大家比较咯吼，就是一个是宇宙学的红移，就是即个嘛吼。过来拄破红移，就是甲你的运动有关系嘛吼，就是救护车，你看无？红衣迄个嘛吼。过来另外一款就是重力红移，迄个是，就是光要离开重力场的时阵会发生的代志，就是比如讲，你看遐，就是这其实是第12章啦。第12章有讲过，你会使转去看，就是比如讲这一个光子要离开的时阵，因为伊要离开这个重力场，伊会损失能量，所以伊的波长就会变较长。所以这个嘛是一款红移，所以毋管是倒一款，主要就是讲，即种内底你若讲，你讲啥拢无对无？上无你爱知影就是，咱爱知影讲咱的宇宙长大，这其实伫就是咱有法度看到讲，伊其实这光谱的这个波长会变长安尼。所以这个是咱想办法要解说讲是安怎咱看到的。星系是愈远的部分是离开咱是愈来愈近。咱搁倒转来想啊，就讲，若是讲所有的星系即马拢离开咱拢咧离开咱嘛吼，安尼是毋是伫较早期的时阵，即个宇宙因拢是拢足活？所以目前就认为讲，安尼可能宇宙进前是有一个起点。迄个时阵宇宙是拢前足细一点安尼，
所以有科学家就提出讲宇宙大爆发的即个模型。所以这叫做大霹雳理论啦霹雳大家应该会晓听霹雳学第二所以根据大霹雳模型的理论，咱就认为讲宇宙拄仔开始可能是一个足高温度、足杂热的状态，是大霹雳了后才变做咱即马的即形。所以目前是认为讲，即个咱的宇宙差不多伫138亿年进行爆发，随长大嘛长大了后，即个温度甲密度就拢开始降，续来咱就开始有头一粒恒星生出来，搁来就开始星系形成搁来就是因为时间有交互作用，所以可能会合并。伫较早期的宇宙，迄个密度较悬，所以即个时阵伊的合并情形嘛较侪。毋过到咱即马即个阶段，其实就无遐尼侪啦，所以倒边即张是一个连续的图啦正边迄张就是我切互你看，讲差不多伫无共阶段，你看到宇宙应该是啥物款。上尾即张就是咱即马宇宙看到的，就是遮尔侪星系安尼好，即个是大霹雳理论。即张上尾一张啦，就是因为咱嘛无时间讲上侪，毋过就是简单甲大家讲一下，就是讲咱即马讲着、咱看着，也是讲咱用望远镜侦测着的遮物件，拢是有甲光有法度产生反应的物件。毋过咱即个宇宙内底还阁有足侪物件是伊袂甲光产生任何的反应，意思是讲伊袂吸收、袂反射嘛袂发射。所以我若是问恁讲，人是毋是黑暗物质？人是毋是？毋是，对，因为人会反射嘛所以就是咱若有法度用望远镜，毋管用倒一款望远镜去观测到即款物件，拢毋是黑暗物质就是，但是因为咱有法度，就是为一寡星系的运动发现讲，虽然咱量到即个发光的部分，毋管是倒一个波段咱发光的部分量到的质量，咱去算嘛咱量到的，去对应讲伊的质量是偌济。毋过实际上为伊的运动，咱就发现讲，伊都毋若安尼伊的质量应该是搁较济。所以咱认为讲，即个咱无法度量到的部分，伊可能就是内底有一寡暗物质。所以即个是暗物质的部分毋过暗物质也毋是咱宇宙的全部嘛其实还阁有另外一款，除了暗物质以外，咱可能咱宇宙阁有一寡暗能量。目前是认为讲，目前其实咱科学家对即个也毋是介了解啦所以毋过就是认为讲，即个应该甲咱的宇宙演化有关系，嘛是应该是即个物件造成咱宇宙长大。这是目前咱的理解啦毋过其实还阁有足侪咱拢毋知的代志。所以即个就是我简单讲到宇宙学的部分，也是希望就是互大家一寡。就是你小可了解一下安尼好，安尼这上尾我简单讲，就是有当时其实华语会讲，若是啥物的话啦但是这个是华语啦台语是无安尼讲，就是你若讲若是安怎你就会使搁来就是华语会讲啥物嘛，其实家己无安尼讲，你会使讲敢是安怎，是毋是安怎，是有啥物无搁来就是爸嘛，其实嘛是华语的讲法，是讲应该是安怎你就会使。这顺续讲的啦这无安尼尔好，安尼咱讲煞，来感谢大家。搁刷落来，咱搁来继续报告起来报告，好无？